大家好，我係 Katrina。比亞迪重挫近1成，車股成為跌市重災區，到底係咩原因呢？今日用1分鐘同大家去拆解一下。首先，近期有消息指電動車喺二手市場跌價，比起有車更為嚴重。5月份多款嘅熱門新能源汽車品牌，包括比亞迪同埋 Tesla 嘅二手價格明顯下跌，反映市場更新換代太過頻密，再加上廠商嘅競爭劇烈。其次，比亞迪喺內地再推出重磅限時促銷優惠，旗下合共22款車型，減幅高達超過5萬蚊人仔。內卷加劇，大摩指行業嘅利潤進一步被壓縮，投資者對於前景轉趨謹慎。難得比亞迪股份減價，但我自己就會睇定啲先啦，畢竟之前都累升唔少。如果壞因素繼續發酵，唔排除仲有一定嘅下跌空間。你又會唔會趁低吸納呢？歡迎留言討論。記得下載 ACAT 再加埋媽媽大風扇群組成為我嘅盟友，咁就可以隨時隨地睇到我嘅心水股份啦。